政府创这个3倍券，到底会当互大家较敢啊开钱无？人力银行的调查，讲民众若使用3倍券来消费，平均会开3580块。实在是有够热的，来百货公司吹冷气、搁食冰、买物件，哦，足爽快。7月初以3倍券开始预购，大家会安怎用呢？63%会领实体券，36.8%未领实体券，58%是开入民生消费顶券，11.9%唔是，30.1%是两个项目各自一半，会开偌济钱？平均每一个人会开3580块，比物件搁较悬19.3%。44.2%会拄啊好开3000块，8.2%会开6000块以上，4、5千也有可能吧。我觉得会不够啊。怎么说？你觉得预计会花到多少？可能破万吧。这位少年人认真拼经济，百货公司、餐厅业者应该有需要这人才。观光业或者是百货业的话，其实这当中大概有将近40%的业者表示会因应这个3倍券的这个推出而开始这个征采。人力银行表示，3倍券加上国内旅行的补助，景气有较好，但是需要人才是短期还是长期的需求，还佫要观察。